来看全高中早起开记者会时指出讲，老师协助考试的费用，对民国96年到大学是起无到2成，所以呼吁教育部应该爱调整相关的费用。教育部嘛表示讲，明年的高中会考开始后，就会来调整。长久以来，学校的老师唔但爱教册，也爱配合教育部的委托办各种的考试，像国中考高中等等。但是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表示，这个考试常常找无老师斗相共。调查发现有95%的老师认为工钱伤少，也无法度补贴。有85%的老师认为说是找不到监考老师，足够监考老师的，因为大家不愿意去，就是在利用周末在这么微薄薪水之下去做这样的工作，又没有补休。全高中讲物价直直起。但是老师无论做事务人员，也是监视人员，工资拢无对得起。要我20年来，平均才调悬10%至20%，像监视人员才调19%，对3000块调整到3575块。全高中呼吁教育部应该爱检讨。教育部是全国老师的一个最高的一个主管机关。应该要率先在这种全国性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上面，去尊重专业，提高专业该有的待遇。教育部回应讲，有听到老师的心声，所以115年的会考已经甲协助办理考试的工作人员调悬工资。监视人员调到3850块，特殊市场监视的费用调悬到5180块，未来也会继续争取调悬。记者陈心彤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